人、现场来宾、5个家族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伤心的痛，我才会想你，心事讲予家己听。无声沙沙大，人着爱阮的心情。这多年啊，你敢也会记我？有咩路？上落水是谁的影？伤心的痛，我才会想你，心事讲予家己听。无声沙沙大，人着爱阮的心情。这多年啊，你敢也会记我？有咩路？上落水是谁的影？有咩路？有咩路？行中彼个多情的我，敢也是我？一阵路都行袂煞，我的心痛已经满，你若是。骗我的孤单，鸳鸯花开的一夜，你若有心转来看，凋零的花，又上落水是谁的影？谢谢。唱得好不好？谢谢，真的唱得好。谢谢。气质好不好？啊，谢谢。漂不漂亮？再次谢谢。喜不喜欢？哦，好棒哦！带回家做纪念品。我讲啥你拢讲好。姐姐真的很漂亮嘞，谢谢，气质非凡。谢谢谢谢。我干嘛讲吼？只要来我们这个天良唱歌哈，会觉得好像刚来的时候会怕怕的。你来几次了？你来几摆啊？第2次，第2摆啊哈。啊，你今嘛你会惊没？哎，还好 ，OK 的，对不对 ？OK，没问题了，没问题，因为已经唱完了。
重点是唱完啊啦。对。啊，无你去哪里买紧张啦？加减嘛。嘛是紧张哈。对。啊，你感觉讲你来阮天良第一摆，甲你即马第二次的感觉是怎么样子一个心情？拢感觉足欢喜的。足欢喜的哈，很开心对不对？对。对啊。对啊。会当来遮唱歌，足欢喜的啊！感谢五哥。给我们这个机会是哈，好啊，那么谢谢讲今仔日咱五哥带了这么样子的好朋友啊，到底来今仔日伫阮的大舞台啊，增添了我们很多的光彩。五哥带来拢嘛足好诶，佫水缘投的啦。对，啊，按你讲吼，他会有时候他会越来越说啊。我讲安尼报告安尼，我唔知要安怎想。人本来就安尼，你哪里？但是确实，他真的是这样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他人哦平易近人，大家也喜欢跟他。五哥五嫂弄就好诶。人真的都很 nice， 非常好。所以说哈，恁安尼恁都知影为什么五哥喜欢我们天良？原因伫倒位？因为阮天良真好，所以讲即马咧，我们进行一个工商的时间。我希望咱电视机所有咱的好朋友。